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
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
有吗？有声音？哦，有。虽然也咧很多人姗姗来迟哈，不过咱时间到，咱就开始哈。那首先要甲大家报告哈，解说一下，今仔日是纪念圣乐主日啊。咱日即天呢，阮圣歌队准备一个叫做创意的音乐礼拜。那所有规定内面呢，因为是圣乐哈纪念主日，所以咱用真侪首，比平常时礼拜方式，阮会较侪首的诗歌啊，也一样是柔和礼拜，所以阮即届礼拜自头到尾会用到台语，嘛用到华语，哈啊，尤其咧，阮即届的圣乐呢，大部分是用到90%吼，咱拢是用到2009年出版的新圣诗。好，新圣诗的古圣诗无共的所在，就是讲有真侪除了北美甲欧洲的歌曲以外呢，选真侪非洲、第三世界甚至是南美洲，还有很重要的都咱台湾的作词者的歌。那阮今仔日拢会用到哈。那即时我要请大家特别。咱来学习的，就是其中，阮今仔日一定书内底有一个圣诗的主曲，首先伫选调以后呢，就是圣诗的主曲。主曲的意思就是讲，咱的连续有3首的圣诗，但是呢，每一首唱了呢，都有一个齐声的祈祷，那这祈祷词呢，咱拢会伫咱的 PPT 顶头，咱拢会公布出来。好，咱首先咱来唱来看觅圣诗262首，这首较特别的，就是讲伊是一个非洲第三世界人咧唱歌的时阵有真侪，就是讲一音一和，有一个领唱，然后一个众声的回应哈。那所以圣歌队会领唱这个部分哈。那我们来个那个前奏来试试看哈。好，首先圣歌队领唱，好，回来，来敬拜主，两句。我咱来敬拜主，来敬拜主，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我会众，好，先停，再干，等一下。好 ，stop 一下哈，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顺序，就是刚才这样子哈。前面的4节总共是反复回来，然后后面的呢两段哈，2个谱表一样又重复一次，好，那几乎到时伊拢会，哈这边会领唱就是讲圣歌队的咱大家爱到唱的，还爱回应，就是讲回应这首诗。所以咱下都是练习一遍尤其这个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会到底念一届无？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会使到底来念一句这个，预备来。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永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好，咱都念一遍哈，来预备来，从前奏开始，去看卖哦。
好，你看圣歌队。等一下，重来，等一下，会有一个前奏哈，前奏完就是圣歌队会开始领唱，来，预备，再一次。好，就圣歌队哦。来敬拜主，再一次。来敬拜主，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比。好，圣歌队领唱，回来，来敬拜主，再次来敬拜主，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比，来无人通假耶稣三比，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比，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比。世间因无人通知耶稣，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会连续唱2段，好，然后我们再从那个第一次的最后一次，那个反复记号的地方，世间因无人通知耶稣这样子。第一段的最后2句开始，再反复一次，我们让大家练一下第2段。来，世间因无人通甲耶稣相比，世间因无人通甲耶稣准备，世间因无人通甲耶稣相比。咱就欢喜，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好，圣歌队，会唱。来敬拜主，就欢喜，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这歌队，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来，世间因假耶稣三，就一遍。世间因无人通。华丽，世间因无人通假耶稣三。好，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次哈，就是2段的歌词。然后这个完呢，唱了的都是有些祈祷，啊，祈祷，学落的祈祷，学落的祈祷了呢，直接阮就接圣诗38首。那圣诗38首就大家较熟了哈，那我们来唱一次就好了。赶快有前奏进来。38首我们一段38，圣诗38首，我们一次就好了，大家很熟了哈，不要太慢哈。这是一个学落的祈祷。好，这就是祈祷，第一段祈祷了，就是接这个俄罗哈，这首俄罗专灵的主上帝。那它是一个俄罗的诗哈。那接下来这个唱了呢，咱都有接一个祈祷，一个认罪的祈祷，齐声的祈祷。同款齐声的祈祷了呢，因为是一个认罪的祈祷，所以后一首呢，咱接续这首就话大家爱用较。我想他谦卑虔诚的迄个心情来唱这首，好，来276，这是一个回应哈，回应咱这个祈祷。
576首。一生一愿主上帝，一生专留，生命我上帝，恳求你来领领我。多几盖。标节反复记号，这个要2次。好，来，我们再唱一次哈，因为这是较新的歌哈，预备来。一生一愿主上帝，一生专留，一生敬我上帝，恳求你来领命1、2、3，收。好，就是这样子哈。来，那我们再来改一首，就是讲道，因那里嘉勋牧师讲道结束，咱有一个回应伊今仔日哈，回应今仔日讲道的主题哈，美妙音乐和上帝的荣耀哈，563首。来，我们圣歌队边示范，我们就跟着唱一次哈。576首。563，对不起。好，等一下，好，这个总共有5段歌词，就是这样子，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一个主旋律。那就是重新发出，我们去体会这个歌词是在写什么话。好，那搁一摆好吧，第1段的歌词。好，从前奏开始，一个前奏的提醒，前奏。4拍，2、3、4，休息。他每一个通常的主要的句子的第1拍是休息的哈。好，我就不唱了哈，因为我们时间有点哈，总共是整段，这个是唱全曲哈，全曲。然后呢，我们在报告，即卖是伫讲道回应，然后奉献，那种照咱平常时的习惯哈，照咱平常时的习惯。然后上尾有一个报告了，就有一个公道的时间。那今仔日公道嘛是较有特别设计哈啊，所以有1段、2段、3段。那每一段了嘛是拢有一个回应的诗哈。那第1段的公道了是329首，
这是为着教会基督徒。这首应该是咱过偌节的时阵，大家拢有唱过，所以我即马就无搁练习啦。重要是第二处哈，第二个公道是为着咱台湾，为着台湾这个土地，为台湾咱的国家的祈祷哈。祈祷，阮就会张落起来祈祷，然后斗阵祈祷了，咱就唱这首回应诗。这首其实嘛真久啊哈。然后你们就看到这首是咱台湾人家己做的哈。我今仔日的信息每一首，安琪非常的贴心，我们都把特别哈，我们把词跟曲，然后它的那个年份哈，什么所在的人，什么国家的人做的，啊，张琪做的哈，拢会把迄个写出来，大家会使小可看者。我们唱一遍就好哈。回应诗，为这块土地，愿倾心祈祷。来，准备啊。好，最后有一个电乐哈，电乐的部分，其实我是请圣歌队唱，但是因为这首歌就是咱今仔日一个圣乐唱歌学乐，其实我也很希望就是讲，咱下这买当到顶唱，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一次。我知道时间有点 delay 了哈，没关系，那我们再唱一下。我希望大家更能够感受今仔日的时光哈。我们唱一次最后一首，最后一首，练习一次就好，我们弹一次。先不要。就是我要唱歌来学乐，就重复很反复的一直唱。好，副歌。你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报人知。伊有丰盛的阻碍，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报人知。好，就是这样子哈。那今天的程序规个就是你看顶头的 PPT， 其实就清楚，伊就书会带咱到顶一直落去哈。那如果没有，我们不会每一次都说啊，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不是就是从头到尾，好开始走下去。好，多谢大家，咱预备心363首。
请兄弟默祷，安静咱的心，来开始礼拜。福音正声。咱用启用的方式来宣调，这是主所定的日子。主啊，今早起，请听阮的声音。第声，阮要伫你的面前学乐敬拜。咱用新圣诗262首来敬拜主。
请兄弟用咱银幕的祈祷文，用北京语，咱齐声来做俄罗的祈祷。耶和华，我们要时常感谢你，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的作为。愿被压迫的人听见了都欢喜，要跟我们一同歌颂上主的伟大，称赞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犹原齐声用北京语，用银幕的祈祷文来做认罪的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做完全人，保守我远离罪恶。求主点燃我里面的光，除去我里面的黑暗。主啊，我把我的心向你敞开，求你来光照我。我愿意真心诚意认罪悔改，求你再一次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和不义，好叫我今天在这里的祷告祈求都能够蒙你悦纳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做伙用咱家己写的启应文来启应。哈利路亚！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是美善。伊医好伤心的人，医算青神的少爷。咱的主治大极有气力。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恁着用感谢耶和华唱歌。伊起云压天，为着地备办雨。伊收拾食物，互走兽。伊无意爱马的力大。耶和华是欢喜敬畏伊。伊发出命令伫地里。圣歌队要用新圣诗192首。你的话若活水江河，来带咱学乐上帝。愿我
用读上帝的话，圣经歌罗西书3章16节。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第一遍，第二遍请兄姐咱用北京语做伙齐声来读。歌罗西书3章16节，就互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苦劝，对恩典伫心内得言来学乐上帝。咱做伙用北京语来读一遍。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求主将你的话贴了伫阮心。下面讲到林家芬牧师，伊要用学乐上帝的荣耀来证道。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感谢咱的献歌队，特别用一款无相款的礼拜的方式，带领咱大家伫个今仔日会当用无相款的方式来敬拜学乐上帝。大先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伫今日早起，你互阮即群受恩的兄弟姊妹，会当进入到伫你主你的圣殿内面。主，恳求你，即时你的话语，搁再一届进入阮的心内。透过你的话语，搁再一届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也安慰阮的心心灵。望阮对你的话语内面，会当搁再一届超找着你。安尼祈祷，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今是圣乐主日，真感谢咱的献歌队，因特别用一款无相款的方式，带领咱来进入到伫个礼拜的敬拜，要互咱去体验到、去看见教会音乐的重要性。教会音乐毋是干那是唱圣诗尔定，伫整个的礼拜，所有的音乐、乐器。奏乐的人、唱诗的人、礼拜服侍的人，拢属伫个圣乐的范围内面，嘛是参与伫个圣乐的服侍。咱今日用无相款的方式，可能会真青分，毋过透过音乐、透过诗歌，互咱体验到音乐伫个礼拜内面，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媒介。透过音乐，咱伫个礼拜内面嘛要甲上帝三对话、三见面。咱拢知，咱基督教的信仰是用唱诗歌来学乐上帝的信仰。有人讲，咱的基督教是一个学乐的信仰。你敢会当想象，伫个礼拜内面无音乐、无唱诗歌，这个礼拜到底要安怎来进行呢？咱可能真恶地来想象，迄是因为礼拜伫个礼拜中，音乐是带互人有感动的。音乐伫个礼拜内面是带着有真大的重要性的。咱伫咱的信仰内面嘛，不断透过音乐来学乐上帝。什么是圣乐？圣就是神圣，毋是世俗的。是甲上帝、甲教会有关系所有的代志，分别做圣。圣就是神圣，属地教会属地主的。乐就是咱拢知影的音乐，
圣教伊所讲的，就是咱基督徒的群体，或者是军队基督的人，用娱乐、用敬拜来颂赞咱的上帝，也回应基督所予咱的救赎，咱所吟的诗歌、音乐、甲歌词，甚至乐器本身就是上帝的信息。麦当讲是上帝的道理，圣教伊是排他性的吼。啥物叫排他性？意思就是讲吼，你毋是唱歌就会当真做是圣教，毋是。既若无属地的神圣教会，既若无属地的神圣教会，既若即个音乐若毋是咧娱乐上帝，这就无算做是圣教。音乐其实甲咱的宗教礼仪是绑做伙吼，但是你看音乐的一个历史，你就会当知影，音乐伊的形成通常拢受到宗教的传统的影响，音乐的使用嘛，常常受到宗教的礼仪的限制。咱对旧约的时代，对圣经，咱都会当看见，伊要来人，因常常拢用音乐。来娱乐耶和华上帝，自从咱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真做这个世界最国家的国教了后，就真做这信仰，就真做政治、真做经济上主要的主宰。音乐嘛开始影响这个世界，嘛开始真做咱基督教礼仪内面真重要的一个部分。伫咱基督教的音乐内面，上普遍的就是咱所吟的圣诗。上早的第一本汉文的圣诗，就是华语的圣诗，是对马礼逊的宣教师对1814年所出版的，伊叫做《养心神诗》这本册，直到1852年才开始有厦门话的养心神诗。不过厦门话甲台湾话虽然听起来真相像，犹原无相款。宣教师就感觉咱台湾必须要有家己本土的圣诗。最后由甘伟林宣教师伫1900年的时阵出版编辑第一本属伫咱台湾本土的圣诗。将养心神诗改名做圣诗。圣诗其实咱真熟，圣诗甲信徒的关系嘛真密切。无论咱伫个礼拜的仪式内面，或者是咱伫个信仰的生活内面，伊拢扮演真重要一个角色。尤其是咱的信徒咧面对上帝的尊严甲稳定的时阵。有时往往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咱会当透过圣诗、透过音乐来传达咱内心对上帝的感恩。伫个前几礼拜，我看见一个我的朋友，应该是我的同学，伊嘛是一个牧师。因爸爸伫个病院最后的迄段时间。因差不多知影上帝要甲因爸爸接转去上帝遐，伊就逐工，因两位夫妇拢是牧师，因就轮流逐工入去到伫个病院唱圣诗，互伊的爸爸，迄个爸爸嘛是牧师，唱圣诗，互伊的爸爸听。这是一个真感动的时刻，有真侪话语咱无法度继续讲落去。有真侪的感恩，咱无法度表达的时阵，咱透过诗歌来表达咱对这个人的感谢，咱对上帝的感恩。伫咱台湾的宣教的历史内面，咱有一个拢真熟的人，叫做马偕牧师。马偕牧师伫伊的日记内面有记载，有写着一段故事吼。就是伊伫个传福音的过程中，伊是安怎挖靠唱圣诗来得到快乐？伊内面安尼写吼，我用我这个字就是马偕牧师伊讲的，伊讲我甲阿华
这阿华就是伊的学生颜清华。伊讲我甲阿华伫家人，徛伫一个庙的头前，唱一两首的圣诗。有侪人开始聚集听阮唱诗歌。聚集的人内面有一个阿华的朋友，看见阿华就骂伊讲：“你哪会甲阿督啊做伙咧？”我请阿华甲遮的人继续讲福音、唱圣诗。毋过阿华的头咧咧，无讲话。伫迄时，我就唱一首圣诗。这首圣诗是苏格兰的古歌，伊内面的歌词安尼讲：伊讲我日救主无惊见笑，好打干净道理，好打干净道理，报用耶稣恩典奥妙，欢喜叹伊驾死，欢喜叹伊驾死。这就是咱现今咧唱的圣诗内面旧的圣诗吼，内面254首 A 调。阿华互这首诗歌感动，甲我做伙唱落去，然后伊的头压悬，看聚集的遮的人，真坚定，嘛真清楚讲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我无拜鸟鼠甲会害去的偶像，我无惊吓，我爱耶稣。伊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救主。这是马介牧师当伊咧写伊日记的时阵，伊所记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嘛是咱本队第一个信徒、第一届人传福音的过程。伫马介牧师的日记内面，咱能看见马介牧师伊咧宣教的过程中，音乐。圣诗毋敢若是音乐尔定，成做伊生命真重要的一个部分，传达伊所相信的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就着今仔日圣教的主日，即个创意的礼拜，即个俄罗的礼拜，咱要搁再一届大声吟诗俄罗上帝大荣耀。上时嘛提醒咱。互咱来思考，伫礼拜中，当咱摕起的圣诗，当咱咧唱圣诗的时阵，咱是毋是有真正遵守最大咧？咱是毋是有真正掠基督的心做心来服侍、来唱诗歌学落去咧？今仔日的经节真简单，伫歌罗西书第3章16节，安尼讲，就互基督的道理。伫逐项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口劝，对恩典伫心内得劲来学乐上帝。咱要看见的是，透过智慧，基督的道理要丰丰富富，搁再一届充满伫咱的内面。上帝的道理无亲像咱一般人的道理，有真侪人真爱讲道理吼。这内面所讲的上帝的道理，伊所讲的是有关基督的道，意思就是讲，这是基督的真理。有真侪宗教，因所讲的是即世间一般人所讲的道理，总是基督的信仰，并毋是咧讲这的道理。基督信仰是咧讲基督这个人，基督的真理，基督所行所做。咱所讲的上帝道理，伊所指的就是基督的道。上帝道伫倒落咧？伫圣经内面吗？伫基督内面吗？伫教会内面吗？伫团契内面吗？上帝道无所不在。就好亲像空气共款，上帝道充满伫咱整个的世界。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安尼讲：创世以前就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就是上帝。咱信仰的源头就是迄个道，
迄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总是咱敢有迄款的智慧，互上帝的道理充满伫咱的生命内面呢？若是安尼，要去倒位找智慧？真侪人真望有智慧，圣经嘛甲咱讲，着爱有智慧，互基督的道充满伫咱的心内。智慧伫倒落？弟兄姊，智慧的源头有关是上帝，是上帝，是基督成做咱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安尼讲，伊讲若是恁对上帝得着点伫基督耶稣，伊对上帝替咱成做智慧，佮成做义、成圣以及赎回。智慧毋是财物，智慧毋是财物，毋是靠你家己就会当得到的。智慧本身就是基督。若想要爱基督的话语带伫咱的心内，带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心就必须爱有所在，互基督的道进入。基督的道要带伫咱的内面，表示基督的道是活。若是安尼，要带迄个空间，敢是活？某一项物件要带伫咱的内面，毋干那是迄个物件爱活咧，咱的身躯嘛必须爱是活。基督的道才会通伫咱的内面流动运行。咱毋干那是爱接受基督的道进入，咱嘛必须爱互基督的道真实活伫咱的生命内面。过来，经上甲咱讲，用诗、用歌、用神的父3架诗、3苦劝。诗，伊所讲的就是咱旧约内面的迄个诗篇；歌所指的就是咱上帝所做的迄个歌赞美诗。神的父所讲的就是咱因为圣神的感动，用乐器，或者是毋是用乐器所发出的一个属灵的诗歌。伫遮伊讲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伊所指的就是爱咱用咱生命所有的一切来讹乐上帝。人会唱歌，就好亲像乐器会当弹奏共款。毋过，人所唱的歌，毋敢若是音调尔定，也有歌词。迄个歌词都会当表达咱人的情绪，会当表达咱人的欢喜，会当表达咱人对上帝的感谢。迄个歌词会当互咱充满去表达咱这个人所有的感受。咱可能真学得去想象，唱歌会当互相教示、互相劝勉。咱通常拢是用话语来教示人，或者是苦劝人。我都甲你苦劝，你着爱安尼做。我甲你讲，你着爱安尼来学习。咱习惯用话语来教示，或者是苦劝人。毋过经说甲咱讲，诗歌是一个会当互咱互相教示、互相劝勉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真特殊吼。唱的人是发出伫内心来咧唱歌的，唱的人是对心内咧唱歌的，毋过听的人却会当得到提醒，听的人会当得到提醒甲学习。有人唱，就会有人听见。诚做基督徒，咱毋干那是唱诗歌讹乐上帝。咱的身躯边有兄弟姊妹，咱彼此教导，咱彼此劝诫，咱彼此唱诗歌讹乐上帝。彼此教导，彼此劝诫，是咱诚做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责任。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劝诫，甚至教导别人。咱家己嘛有这个责任甲义务，接受别人的劝诫甲教导。伫教会内面，你敢有发现一件代志？
有人带祈祷，咱点点啊听；有人讲道，咱就领受。毋过，只有唱诗歌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做伙一齐来学乐的一件代志。这是伫个教会内面真无相像的一个服侍。当然讲，请咱起立吟圣诗的时阵，是所有的人一齐来吟圣诗，学乐上帝。伫教会内面唱圣诗，毋是你个人的代志，是会众的代志。会众一齐唱美好的诗歌，是会当感动人的，会当互一个信仰的群体得到属灵的造就甲利益的，互上帝圣会圣殿充满荣耀，甚至会当见证上帝所行所做。上帝创造音乐，人用心灵来回应。特别伫个礼拜中，众人唱诗歌是充满快乐甲安慰的。过来，经再甲咱讲，对恩典伫心内的吟来学乐上帝。咱敢有用感恩的心，对你的心内发出诗歌，发出声音来向上帝唱歌咧？所有所受造的万物，拢是对上帝来，因为只有上帝是创造者，音乐嘛是相款，音乐嘛是上帝所创造的。音乐的受造，伊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敬拜上帝，互咱会当敬拜上帝。咱时常拢会当去 KTV 唱歌啦，我知影现主是真侪少年人游玩真意爱听流行歌，或者是去 KTV 唱歌。咱拢知影，歌会当表达咱的情绪，歌嘛会当互咱得到安慰。毋过，你敢有想过，歌嘛会当互咱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感恩？咱通时常唱歌，总是咱的心内敢有真正用感恩来学乐上帝，或者是只是讲起立吟圣诗，请坐，安尼尔定尔。当咱咧吟圣诗的时阵，你敢有对心内发出对上帝的感谢？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充满伫咱的心内，上帝的道理要进入咱的心底，咱的心才有可能真正受到伊的感动，咱的心才有可能会当发出感恩的声，互上帝会听充满真自然伫咱的心内，咱的心就会真自然伫咱的嘴向咱的上帝发出学乐的歌声。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当咱若是无法度用感恩伫上帝的歌词内面来学乐伊的时阵，其实这代表就是基督的道理无伫咱的心内运行，基督的丰丰富富无进入到伫咱的心内，直到咱无法度用学乐、用感恩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有时咱的信仰是真理性的，咱在读课内面不断用理性来想这个信仰，伫个理解上，咱来看上帝的奥秘，咱用理性来看咱的信仰。总是保罗提醒咱，感恩是对心内发出来，学乐嘛是对心内所发出来。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相款甲咱今仔日的经节真相款吼。伊讲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伊讲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三应答，用心吟诗作乐来学乐主。毋敢若是三款面，毋敢若是三境界。伊讲爱三应答，用心吟诗作乐来学乐上帝。一个有上帝的人，就是会当学乐的人；一个有上帝的人，
伊的嘴就会当发出音乐的声来讹乐上帝。圣经甲咱讲，上好的音乐其实就是咱家己。今仔日若是无钢琴、无木琴，咱也有咱的嘴，通好吟诗作乐来讹乐上帝。圣经甲咱讲，上好的音乐就是咱的身躯、咱的嘴、咱所有的人。上好的音乐就是咱家己。有上帝的人，伊的内面会当发出讹乐的声，这讹乐的声就通见证伊有上帝。伫旧约的圣经内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了后，伊用诗歌、伊用跳舞来讹乐上主。伫出埃及记第15章内面，这是圣经第一个记载以色列百姓用音乐颂赞上主。用音乐来敬拜上主，唔敢若是停留伫个旧约的时代，这个敬拜、这个讹乐、这个崇拜，唔敢若是停留伫个旧约的时代，更加是伫个咱现主时所活的时阵，因为咱每一天拢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咱每一天就会当用感恩的心来讹乐上帝。有一个博士名叫做黄美莲，毋知影咱敢知影这个人？黄美莲伊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人。你可能真恶地去想象一个脑性麻痹的人会当读到博士，伊是一个美术甲，伊是读心理的吼，读心理甲美术的，伊读甲博士去美国读博士，伊细汉的时阵就得到脑性麻痹。毋过伊的嘴，伊其实讲话都无啥清楚。毋过伊有一首歌是伊创作的，伊讲这首歌叫做《如果我能唱》，这首诗歌叫做《如果我能唱》，请容忍我在这里唱给你们听。这首诗歌安尼唱，伊讲：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场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那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这首诗歌，我搁一解吼来念伊的歌词。伊讲：如果我能唱一首完整的歌，你还想想一个脑性麻痹的人，伊无法度真完整讲出一句话。伊讲：若是我会当唱一个完整的诗歌，那将是我对上帝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上帝给我安慰；彷徨中，上帝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但我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上帝的手牵引我，上帝的慈爱使我开怀。一共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愿意代替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吗？
他说他可以用耳朵倾听，他愿用心共鸣，因为那是发自内心最美的声音。他真爱上帝。你看这，一个患着脑性麻痹的人，伊无放弃家己，伊的嘴含一句完整的话，拢真有可能讲了真无清楚。毋过伊无因为家己的特殊，就安尼来埋怨上帝。伊反倒真仰望对伊的心内向上帝唱出迄个感恩的声。伊克服语言的一个读界，伊进入到伫个美国的大学读心理、读美术，最后摕到博士的学位，真做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画家。伊提起咱的嘴腰会当唱。咱的嘴腰会当唱出对上帝的感恩，这就是一个上大的恩典。我捌熟识盲人朋友，伊讲你的目睭腰会当看，就是一个上大的恩典。你的嘴腰会当唱，就是一个上帝上大的恩典。咱的脚腰会当行，就是一个上大的恩典。感谢上帝，互咱有遐尼多的恩典。感谢上帝，伊的道理丰丰富富，充满伫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感谢上帝，伊创造音乐，互每一个人会当照着音乐无相款的形式来表达欢喜或者是悲伤的情感，互咱会当表达咱甲上主的关系。当咱无法度用言语来讲家己的时阵，咱通照着音乐、诗歌来表达咱对上帝所有的关系、所有的情绪。迄个情绪可能是埋怨的情绪，迄个情绪可能是懊恼的情绪。无论是什么款的情绪，咱拢通照着音乐来回应上帝。基督徒唱诗歌、唱圣诗，已经是咱信仰内面无法度分割的一个部分。对1865年英国的长老教会宣教师马雅各医生来伫咱台湾的南部，直到1872年加拿大的宣教师马盖博士，伊对北部开始做宣教的事工。伫将近160年的历史内面，咱基督徒不断的吟诗，这个吟诗无有改变，因为咱知咱是一个懊恼的信仰，咱是一个唱诗歌懊恼上帝的信仰。现主是咱永远要继续唱落去。诗歌、圣诗、音乐是懊恼主、见证主的一个方式。当信徒真完整将圣诗唱好的时阵，咱就是咧见证上帝的时阵，咱就是一个咧懊恼上帝的人。基督徒的性命是互上帝话语进入咱的心内，而且实践甲人的关系，常时嘛表现伫咱对上帝的一个敬拜内面。咱知影，伫敬拜内面，咱要经历基督的疼、赦免、救赎以及伊的丰丰富富。毋过，嘛搁再一摆提醒咱，性格的服侍，毋是一个个人的表现，毋是一个舞台的表现，反倒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委身的过程。当咱徛伫个讲台顶面，当咱透过乐器咧演奏的时阵，当咱坐伫个圣歌队的即个座位的时阵，咱知影咱的献祭，咱毋敢若是献咱的诗歌，咱是献咱全部的心、身、灵。这是一个献祭甲委身的过程。这段的中心是上帝。咱所看的嘛是上帝，性格的服侍，毋敢若是技巧、技术，更加是一个生命
甲上帝结连的呈现。毋望咱毋敢若是坐伫咧教会内面吟诗尔定，咱会当透过音乐将咱家己献互上帝。毋望伫咧唱诗的过程中，咱拢通用咱的性命唱出对上帝的阿乐。咱做伙来祈祷。主，当阮要会当唱的时阵，阮就要来阿乐你。主，当阮会当讲的时阵，阮就要来见证你。因为阮知，阮的性命是你赎回的，阮每一个人就是你的器具。恳求你来使用阮，服侍你、见证你、宣扬你，也透过无相款的礼拜仪式，透过无相款的音乐，主，阮搁再一届甲你相结连。毋望当阮唱诗歌的时阵，阮是真正的献祭，将阮献互你，将阮的阿乐献到伫你的面前。毋望恳求主你也感纳阮所献的每一位的心、心、灵，安尼祈祷，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真圣诗563首，美妙音乐，互上帝得荣耀。表音乐，互上帝的荣耀，你所尊重，人骄傲为主笑，请求修作万物，在下敬重。哈利路亚，万象我天吹响声音和啊，你先角度体会音响世界。你礼拜中我受感动称赞，哈利路亚，裂开教会应圣诗歌礼为神应听应世界正有的，信仰我温柔真理见证，哈利路亚，理想恶魔攻击真光秘密。耶稣嫌无错，天堂灵性，人也得到天上口中决心，哈利路亚，有应达上我的罪恶路，有声的人这声欢喜顺服，愿主所人信心相相敬重，哈利路亚。咱这碟来奉献。
来请姚成执事甲桂玲执事来示现。天顶的阿爸爸，阮感谢你，伫圣甲纪念主日，主啊，你搁互阮的众兄弟，搁一遍三甲主日来学乐敬拜你的圣尊名。主啊，求你互阮深知你的真理，掌阮气力，因为阮是软者；互阮知你的智慧，因为阮是愚妄。求你有影伫阮的中间，互阮深知你的真理、你的气力、你的智慧。当这时献上阮的担保，真做圣工的路用。求你甘纳，阮咱祈祷奉献的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请坐。这条我来报告甲通知。还未报告的大声，咱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周金句。我读一遍，咱兄弟做伙来读一遍。本周的金句，这个唱，迄个好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章第3节。这个唱，迄个好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章3节。好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
伊的阳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章第30。咱周报的第3页有顶礼拜的聚会报告，甲过来的事项表，请有担任事工的兄弟注意。你若组合上爱请假，会记你甲代理的人找好，甲办公室通知一下。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本会消息。咱今主日的礼拜，感谢大专学生中心林家芬牧师来主理而且代表教会解释。咱今日的圣乐纪念主日真欢，感谢圣歌队因安尼真辛苦的筹备吼。我伫遮请咱圣歌队的队员咱起立者吼，咱兄弟拍鼓啊，甲因多谢者来，咱请圣歌队队员起立。好，请坐，请坐。中昼12点半，第3点，中昼12点半要开定期的中集会，了后要搁开小会，请中集第参加。第4条，后主日也是蔡三明牧师要来主领礼拜甲讲道。第5，总务部伫下晡有办即个鱼菜共生的参观活动，拢总有20几个人报名。咱有报名的，请伫下晡3点半，伫教会咱分派车辆共乘来出发。你若家己要去的，请4点伫丰原大道6段468号迄个大路边遐稍等。请咱家己注意。第6，咱顶礼拜有庆祝父亲节，你是今日有来礼拜，你无领到父亲节的贺礼，咱今日会当甲咱的招待同工吼，咱的中集来领。第7，8月28有迄个主日乐甲青少年的升级典礼，请遮的幼稚班升小一的，也是国民学校升初中的，也是初中升高中，咱遮的子弟伫迄天会当踊跃出席来接受祝福，甲赠送礼物。第8，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请咱到办公室来摕迄个申请表。第9，咱今日有庆祝8月份的寿星，因为配合即个圣乐主日的礼拜，咱无要直接分面线，等下咱的当地的中集会分互咱吼。这名单伫遮，若有错误的，请向迄个词汇执事来更正。来看周报的第5页，咱的团契消息。第一，4海学经的活动，咱为8月25有开始新学期，请咱踊跃来参加。第2，上联团契甲妇女团契，因伫即个拜六有举办即个释教周年的灵修会。报名到今日截止。第3，兄弟团契顶礼拜父亲节的聚会有23个人参加，咱感谢建中执事安排用餐的事宜。第4，妇女团契伫后礼拜日要搁继续即个年会改选，因为顶一届人数不足，来留会请咱兄弟来为着这来祈祷。第5，社青团契后礼拜原有聚会。第6，青少年团契因暂停，因为疫情取消伫信义迄个计划迄个服务学习营会所以聚会暂停。下面集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第5页，甲第6页即个关怀协会的消息，也是教界的消息，请咱兄弟家己看。掀开周报的第7页，周报的第7页有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若有错误的，咱免客气向咱的财务部来反映。下面是咱公道的时间，咱今日的公道咱有搁邀请2位的长老。要伫遮用无同款的主题，伫遮带咱来祈祷。
每一届祈祷了后，咱拢有吟回应的诗，咱就对圣歌队来吟。而且邀请咱的兄弟，咱大概来礼拜，就是咱的内心要亲近上帝。咱爱献上你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好胆向伊求讨。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的天父，你是看顾人类、施乐安慰的上帝。阮特别要为着今日8月份的寿星过生日来祈祷。阮每一届庆祝生日，是要表达对父母的养育温情，也要纪念老母生产的时艰苦甲危险。恳求主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恳求主上帝赐福这个过生日的寿星，你要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阮也恳求主纪念，阮是土粉的器躯，常常会拄着身躯损伤、病痛、衰弱。我们特别为着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愿主用大怜悯、慈爱看顾因，大宽容来医治因，圣神的气力安慰因，帮助这的病痛的早日得到健康。特别伫因治疗的过程这段期间，想使因有信心、有耐心，用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经过每一届艰难困苦的考验，早一日恢复勇健，来敬拜你。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为国家祈祷，阮为阮台湾，阮这个国家，阮诚心谦卑祈祷，感谢俄罗斯，伫这站的日子，阮每一个人拢有深深的体会。阮希望有过着这患难的日子。你暗中保护阮，虽然台湾受到军事武力包围，阮的心也无惊吓。军兵攻击，阮悠然自在。虽然台湾受到疫情传染，阮也无失望。病毒侵入，阮也无受困迫。所以，阮心目徛起伫你的厝，看你的阳光，笑念你的殿，求主你的国、你的殿临到台湾，有你的真理哪光遍照全地，
有你赏赐的活命临到阮每一个人。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主的真理，那更专的研究，下去我向你讲究，愿主是我命，互阮的归，愿全能的弟兄弟，一生共当你。咱做伙为着疫情战争甲和平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阮多谢你，互阮会当管理世界。阮人是照你的形象来创造，但是阮人犯罪，阮亏欠上帝的荣耀，阮看到世界战争不断，大国欺负小国，强欺负弱，因每一个人拢想要做王。天父上帝，愿知这毋是你的意思。你爱阮和平，你爱阮伫这世间会当真欢喜遐起，阮荣耀你的名。但是阮看到肺炎为2019年伫武汉开始，到即摆已经得要3年，有640几万人已经过身，有5亿外已经确诊。阮台湾，阮也看到有480几万的人确诊，得要1万人来过往。阮看到这，阮心内底实在真郁卒。阮心内底实在感觉讲，人是哪伫即个世间会拄着遮大的苦难。因为上帝，阮知这是人犯罪，阮知为上帝天父上帝你遐得到你真理的光，你律法的光，会当除去阮心内底的罪恶，会当悔改伫你的面前。求你用话，你的话帮助阮，互阮有活泼的信仰。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诚做你好的囝儿。因为上帝，阮看到各地的战乱，乌克兰为今年2月24号开始大国侵略小国，到即马已经得要半年，但我看到无停止的迹象。因为上帝，求你帮咱，求你会当用你和平的光照伫即个内底。阮多谢你，互主耶稣伊来到即个世界，伊就为着阮来牺牲性命，留保护诚侪阮的拯救。只要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相信主耶稣是阮的主，阮要得到你的赎罪，要诚侪你好的囝儿重新搁再得到帮助。阮看到世界有真侪苦难，尤其真宋乡的国家有2.7亿个人，因要饿，因需要救助，因需要食物，但是阮真侪时阵，阮哪像无看见。因为上帝，求你帮助阮，互阮除去这不义
用过你律法的光、拯救的光来帮助阮。阮知影最后说，你有一日你要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恳求你，用你的怜悯甲慈爱伫阮的中间，互慈爱甲真实会当相拄，互公义甲公平会当相亲。阮特别伫你的面前，阮谦卑恳求，求你，互阮会当真正用喜乐平安的心来到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主听阮的祈祷，安尼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介绍新朋友吼，我手中无即个资料，但是我有看到咱赵军长老吼，伊即个腰架骨即个腰椎吼，佫有玉金姐吼，伊嘛我去做即个手即肩胛头的手术啦吼，拢感谢主会当已经安尼伫复原的中间来礼拜，嘛有北部的吴志强牧师夫妇来伫咱中间吼，咱来起立唱即个。来行平安礼吼，咱来唱圣诗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互相来请安甲问好。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你。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对上帝行礼，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最后一家人，因为耶稣担平凡，因为耶稣的阻碍，因为耶稣在。咱犹原徛地，愿天顶地下的阳光，拢归乎三位一体的爸上帝。上营新圣诗388首，吟诗煞牧师来祝祷。领受上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创造的疼痛，
以及圣神的相通、安慰、引带，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哈利路亚，俄罗主，咱今日礼拜到这结束。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心合わせ臨在に入れ主は慈しみ深い恵みはとこしえまでその真実は世々に至る我らは主の子の主の民その牧場の
知れ